一个阿伯行入来，伊就咧饲迄鸡蛋啊，伊饲拢饲袂好，伊愈饲愈气，了后伊就怎啊叫高，伊就我过来讲，妹妹，你是咧创啥？是要人过来斗相共哦？我想讲，伊是我的朋友，我爱甲关心，所以我就行过去，我就讲，阿伯你有啥物问题啊？是有小狗病啊？叫阿伯起笑开始学袂肥咯，讲妹妹你这电话是咧创啥？了后我就想讲顺着伊的话讲嘛，我就对迄个机台讲，你这电话是安怎做的？迄阿伯咧甲你讲的拢袂甲应，叫阿伯看我就讲，哦，就歹拄着比我搁较小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康迪。嗨，有一句话伫咧讲，每一个存在拢有价值。我感觉毋是安尼，因为每一摆拍家抓，我拢会感觉因无应该存在。有心的才会飞啦，这是甲阮讲吼，莫压着有心的，会起甲飞起来。Sandy， 你足水的，我会飞哦。这麻烦师傅无？这麻烦超多一个啦，阿弥陀佛。我吼是厝内底上细汉的啦。互人照顾啊足好诶，拢袂夭着。但是我讲话拢无人要插，我伫厝内底就敢若是菜底下的公马。啊，你若是看到公马的时阵哦，甲伊讲话，啊，问食饱未，就摕2个10箍，无跋杯、圣杯、无杯、笑杯，甲我讲话嘛差不多啦，就是嘿是啦，啊，毋是啦，啊，你点莫讲话啦。哦，啊，无共的是吼，迄。有一个吼，已经阿弥陀佛啦，啊，我是一个拍家抓的啦，吼，啊，歹去哦，伫我的手头，今仔日咯，我要对电视面头前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，拢听我的啦。我心内吼有话做想要讲的啦，啊，若是讲每一个人存在拢有价值，是安怎我会无感觉我有价值，我会对我的价值感觉怀疑哈。每一摆我讲话，恁拢听袂到我的声音。每一摆我甲恁讲，遐有家抓，你拢无咧插。我拢甲你拍呢，我拢甲你拍呢。你知影迄有心的，阁会飞呢？有心的哦，有心的。嘛无应该存在啦。阿弥陀佛。用夹的。哎呦喂！恭喜你过关！哇！是过关，也毋过真正是莫名其妙呢。真的呢。是安那？伊的主题竟然是家抓呢。嘿，歹势是有心的家抓哦。一只有心的，一只无心的。嘿啊。Why you kill？ 你搁一只。搁一只。老好啦。好啦，莫名其妙的表演，也毋过过关呐，是为虾米咧？袂记时差，袂赴。我讲实在哦，就是真巧用道具，然后吼，互人使人感觉足意外的。哦，即起人遮有加抓，遐嘛有加抓，搁有加抓，就一直感觉有意外的感觉。所以讲你一直想讲要了解讲后壁敢搁有笑点，敢搁有笑点。可真正有，虽然讲。可能无遐尔强，也毋过你是有设计过的，有设计笑点伫咧你的规个故事内底，所以讲我互伊过。你今日小可危险哦，我险饲咧，因为你有所在，迄个吼停点停伤久。嘿，是啦，啊，毋是啦，啊，你点莫讲话啦。哦，啊，无共的是吼，大家拢即摆安怎？即摆要创啥？我后壁出来，佫无讲真有大难安尼哦，无大招出来。我险饲咧哦，险啊哦。我是你毕生，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。虽然我生甲真悬，嘛真缘投，但是我即马无女朋友。正常。你几岁？我30岁，要报名吗？拄好，好。查某人伫外口一定要家己保护。拄则我是坐公车来的，
我来的时阵有一个查某人甲懵呢，我就甲伊讲，啥物代志嘛？你要我的来吗？伊讲无，我要你的位，我脚足酸的，敢会使互我坐？我马上徛起来，让互伊坐，因为我不只是一个缘投善良的少年人，上重要的是。上重要的是，我要落车。第一就是讲你等于台语爱小练一下。啊，虽然讲你台语无标准，但是迄使练的。啊，但是你的脚本写了袂歹。你迄个展翅有成一个脱秀的迄个选手，伫迄经迄个脚本的迄个趣味、迄个美感，甲迄个呢，迄个趣味感拢有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汤，我是 River，吕国帅。最近哦，台湾啊诈骗愈来愈多啊，哎呦！是因为台湾对诈骗好判刑伤紧，足济互人掠去吼，去派出所，甲警察抬杠就摕出来啦。我喊过啦，你之前敢有拄过诈骗？有啊，之前有人冒充我的朋友，打电话互我要甲我借钱，我马上就挂电话，伊只是我想要借尔啦。啊，有人冒充我的册啦，要甲我册，我马上就挂电话，看你讲过我册啦。啊，有一通哦，是迄碰车大兄爱拍新电影，啊，买我做男主角。不过爱先投资去50万啦。哦，这绝对爱挂电话，我已经汇钱啦。啊，后摆你看到我就是大面青啦。这就是诈骗啦！哎呦，我相信碰到要甲我骗的。你哪会相信这韩国的代志啦？你就是看过足侪新闻啊，有啊，就是像好你后生互人绑票迄种的。嘟嘟嘟，你好，请问是汤先生吗？你好心即马坐我手头啦！啊，爸爸救我啦！呀咩者啊！我后底那是查某人囝的声啦！啊，有恁兜的狗嘛，互我绑票啊！这就是恁兜狗的声啦！狗的声有共款咯。啊，有人个讲叫叫狗的，啊，是因为即马人拢无生囝，足侪狗的地位吼都比人狗较悬啦。你是咧讽刺啥啦？哎呦，毋过讲起已经过时啦。啊，无，即马都流行啥？即马都流行购物诈骗。哦，就是迄叫你拍电话叫你去银行汇钱迄种的啦。嘟嘟嘟，你好，请问是汤先生嘛？请问你是？我是诈骗集团，甲你新年啊！我这是 Talk 网络商店吼，之前你伫平台买一只大树，伤罕啊啦！紧前你伫平台买100只家族，会使买正常物件啊！紧前哦，之前你伫平台买一个马桶罐哦，因为操作疏分，本来爱分10个期，上个健康罐要分10个期啊，即马变成爱买10届，所以你会收到100只家族。拄则差不多讲1分外的时阵，和平饲第一个车仔的时阵，你是毋是心内感觉足紧张的，愈讲愈紧？嘛无，嘿，迄嘛是真诚实吼。和平迄个时阵，你啥互伊一个车仔？因为讲我感觉讲这个剧本吼是趣味，也毋过顶边你插1点仔就叫人拍车啊，就是因为讲你讲伤紧，而且你的台语伫北语的时阵是无法度讲好清楚的，啊，这边。敢若比顶边搁较无清楚，你会感觉到现场笑声较无，为虾米？大家拢在听，大家拢上空上班的说，到底是咧讲虾米？咧讲虾米？哦，知影，了解意思的时阵，迄笑点已经过啊，感觉这是一个问题。而且伊即届阁有足侪人的哦，即个一个，啊，敲电话一个，内底阁有歹人一个，啊，阁有囡仔一个，足侪人的，还有狗仔一只。系啊，足恐怖淡薄的。仔先复杂吼，即个剧情。大家好，我是单派米，我今日要甲大家讲，奥客毋是恁想的遮尔简单。我感觉奥客是咱大家生命中的贵人，看到鬼的鬼。我的工课啊，定定拢会去拄着奥客。我是讲，我拄来台北伫便利超商上班的时阵，毋是伫游览车面顶的，游览车面顶的人客拢足好的，除了足爱应喙应舌、足爱抬价、食做试食阁买买的人，其他拢足好的。因为定定去拄着奥客嘛，所以我就看册指你出2步会使对付奥客的方法。首先，你爱先甲奥客当作是你的朋友。第一步，伊心情无好，你爱先甲关心嘛。啊，甲关心了后，伊会开始讲嘛，所以这个时阵就要顺着伊的话讲，莫去甲应喙应舌。安了，这2步就好势啊。了有一摆，我伫咧便利超商咧上班的时阵，一个阿伯行入来，
伊就咧饲迄鸡台啊，伊饲拢饲袂好，伊愈饲愈气，了后伊就怎啊叫高，伊就我过来讲，妹妹，你是咧创啥？是要咱过来斗相共哦？我想讲，伊是我的朋友，我爱甲关心，所以我就行过去，我就讲，阿伯你有啥物问题啊？是毋是有小狗病啊？叫阿伯起笑开始学袂肥咯，讲妹妹你这电话是咧创啥？了后我就想讲顺着伊的话讲嘛，我就对迄个机台讲，你这电话是安怎做的？迄阿伯咧甲你讲的，拢袂甲应。叫阿伯看我就讲，哦，就歹拄着比我搁较小的。只要这两步，以后你的生命中就无拗客啊！我是单排的，多谢大家。哦，哎哟，这招你真正是用过这招就对啊。我唔敢安尼哦。唔敢安尼。唔敢啦，唔敢啦，伊家己想的一个故事啦。嘿安尼有会当过关吗？三个评审拢认同你这个故事，是安怎讲？我感觉一个店员要做好生意，第一就要甲人家徛到阵。是，啊，比如讲，较早肉麸足贵的，肉酥嘛足贵的。啊，你唔通伊讲要外买10块，你唔通砍20块位内底砍出来。哦，你要先砍5块入去，啊慢慢啊砍入去。嘿，可以感觉讲伊10块已经足济啊伊。趁着啊，嘿啊，啊你若讲吼要加趁钱，你就砍20块入去，要位内底搁砍出来，讲免，剩咧偌济我买。啊，你就要了解人客的个性，才有法度趁到钱。哦，学到。嘿，啊我感觉吼，伊的个性咧，有做过生意，安尼有差。这个囡仔来看起正百人吼，哇，迄人哦三色人讲五色的啊，哦，而且这你咧拄着人拄讲人话，看到鬼讲鬼话。哎，啥物人是鬼？哎，无啦你我是鬼人。桂林啦，桂林。人看人学咯，鬼看鬼巴肚。是，我是鬼报大家好，嘿。所以我感觉讲，你阁有成长的这个空间吼。多谢老师。